斯联邦委员会当地时间周二投票通过批准俄罗斯总统普京关于在境外动用俄罗斯武装力量的请求。普京在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普京说，俄罗斯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在其自行宣布的边界上拥有宪法主权，这些地区在那里有边界。如果必要，我们将履行我们的承诺，并使用我们在顿巴斯的士兵。中国外长王毅22日告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美国不应把台湾纳入美国的印太战略中。美国这个月稍早表示，将对印度太平洋地区承诺提供更多的外交与安全资源。根据中国外交部的声明，王毅在一项电话通话中告诉布林肯，试图把台湾纳入美国的印太战略是在发出对中国围堵遏制的错误信号。美国总统拜登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步骤描述为入侵的开始，并宣布了对俄罗斯的第一部分制裁。美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布，英国已对5家俄罗斯银行和3人实施制裁。欧盟外交关系高级代表博雷尔表示，27个人和机构已被列入制裁名单。中国证券的一份年度工作计划表明，系统性种族灭绝政策将在更大范围内继续实施，包括对东突厥赞维吾尔文化文明和社会的压迫。根据中国媒体的消息，中共当局正在后续计划中，从2021年到2025年，在5年内，在整个东突厥赞改造5761个住宅区，覆盖87万户家庭。这些住宅具有民族风格，将改造成汉族风格。欧盟委员会主席沃尔苏拉·冯德莱恩表示，在与俄罗斯的危机中，很明显他们过于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他们需要使供应商多样化，并大力投资于可再生能源。美国把腾讯和阿里巴巴旗下的电子商务网站列入卖假货黑名单，认为这2个中国大陆电商平台助长大量假冒商标及盗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年度恶名市场报告，点名42个网站和35个实体市场，认为他们参与和促成大量商标假冒或盗版行为，主要是商标持有人难以审查卖家的身份。罗马尼亚国防部长瓦西里丁库表示，如果乌克兰的土地被占领，他们可以接收超过50万乌克兰难民。